为加强推广台南在地优质农渔产，台南市政府农业局再次甲着老爷行旅来合作，举办台湾雕与你有约美食节活动，透过主厨的卡手，结合优质水产台湾雕，要互介意美食的人客会用吃到营养和美味的台湾雕料理。我们知道老爷行旅是一个非常厉害而且美食非常多的这个饭店但是呢，台湾雕又是非常强势的，非常好的这个水产料理，所以说强联手，透过师傅的巧手，能够让许多的饕客吃到美味又营养的台湾雕，所以自助餐料理也有，桌菜也有，所以为的就是让许多这个南来北往的行旅旅客能够品尝到台湾雕。那台湾雕我们不仅是国人喜欢，我们到海外行销，他们对于我们这个台湾雕的料理以及这个冷冻的鱼，到国外的餐厅，尤其在东南亚那边也是非常喜欢。参加这个食品展的方面，也接到很多订单，因此呢，我们很期待把这个味美又这个 CP 值超高的台湾雕能够推给消费者。台南老爷行旅因进前伫个5、6月，试推出台湾雕的料理，受到真好的回响。即届扩大规模，对自助餐延伸到倒菜，选择更加多元，会用讲是饭店台湾雕料理2.0的升级版。我们的第2篇就是我们的台湾雕与你有约。那这一次呢，我们的师傅为了要让大家的味蕾有重新的体验，所以呢，特别用中西料理的手法。那这一次特别推出了我们的这10道菜让大家可以再来品尝。那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的这一个自助餐台，我们的干脆餐厅卖的半自助餐。那除了主菜之外，我们在餐台上呢，我们每天就会有4道的这个鲷鱼料理，不断的这个轮番让大家可以尝试到新的鲷鱼料理。以及呢，我们在这个桌菜的部分呢，预计从8月30号一直到2026年的3月底，我们都有做这样子的一个桌菜服务，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这届饭店餐厅的主厨为了台湾雕的美食节，特别推出6道全新的台湾雕料理，包括法菜鲷鱼的海鲜羹、油淋酸菜鲷鱼、酥炸软壳蟹鲷鱼薯条，以及龙须鲷鱼炸虾羹等。活动期间对行起到9月28，欢迎介意美食的民众千万袂用错过。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酸甜这样子。